其實揾律師啦，寫呢個持久授權書啦，收幾多錢嘅咧？咁大概嚟講咧，大概都係1萬蚊、萬零2萬蚊左右呢個事嘅。有關於見證嗰一 part 咧，就需要翻一個醫生，未必係精神科嘅，但係建議係，因為到時候咧有機會會有少少麻煩嘅，即係如果咧 say 譬如有個見證嗰度咧出咗啲咩事係好點都好，或者對於嗰個人個精神狀況有啲睇法嘅，咁到時候有機會精神科醫生會比較上即係識多少少啦，有關於精神健康呢件事。咁精神科醫生又好，一般嘅醫生又好啦，咁做完見證，咁簽完啦第一 round，咁之後咧28日內咧就必須要揾翻個律師去幫手去睇住嘅。咁啊，再照簽署，咁之後咧，個律師又見證簽署，又簽個名咁樣。咁簽完名之後咧，咁呢份嘢仲要去拎去註冊咁樣嘅。咁所以成個程序嚟講咧，其實都幾多嘢搞嘅。因為始終如果純粹去處理個表格，再加埋登記嘅話咧，其實要啲時間嘅。但係個時間咧又唔會多到話用好多個鐘頭去做。咁所以大概嚟講咧，就萬零2萬蚊左右啦。